2026年1月6號，零極限 EP1。我喺做緊零極限嘅時候，突然之間彈出一個諗法。其實如果負起所有責任嘅時候，就會明白一直嘅煩惱都係自己一手造成。你為嗰啲事而痛苦，為嗰啲事而難過，其實都係徒勞。點解你唔放下呢啲令自己難過傷心嘅事，去拎起快樂呢？點解你要執住呢啲痛苦一直咁痛落去呢？其實所有嘅痛苦、不開心、難過、憤怒，所有負面情緒都係自己一手造成。唔係話唔應該有呢啲情緒，但係你係可以選擇噶。點解你唔選擇開心呢？點解要咁樣對待自己呢？人生就好似一場遊戲，你唔會為咗遊戲入面嘅角色死咗而傷心，但係你就會因為自己嘅失敗同錯處而否定自己，極端啲甚至會自殺。其實角色死咗咪重新嚟過咯，咪檢討下自己點樣可以玩好啲呢一關咯。人失敗咗跌低咗咪企返起身重新嚟過咯。令我感悟到，其實根本所有事都冇乜大不了，最重要係令自己開心，好好愛自己。